后来镜头锁定的台湾，虽然讲国内有疫情，也毋过也受公司的办买业，所以这个啉酒开车的几率嘛大大增加。真侪人拢会想讲，虽然真没有啉酒，但是到过长工酒测了后，开车应该就无问题咯。但是爱注意哦，讲可能有假冒醉这个问题。医生讲，按照着体质的无共，有一寡人伫啉酒后24小时内，咧呼吸喘气，也是有酒精。啉酒了后，开车造成的车祸真多。根据警政署统计，109年啉酒了后开车互查到的案件有48054件，其中有4091件拢出代志。啉酒开车的人当中，有20%是透早4点到中昼12点互抓到，就有可能和过暝醉有关系，嘛就是酒精一直留到过工。而且我休息一下，感觉自己好像酒已经醒过来的。事实上，你身体有时候还是有残留酒精，在身体的残留的时间有时候可以达到24个小时。那有时候你呼出去的空气，有时候都还带有酒精。不少人对酒精代谢有真侪误解，嘛会判断错误。根据调查，有45.1%的民众认为啉酒面会红，代谢速度紧；，阁有63%的民众认为过暝醉和酒量有关系。医生讲，这拢是唔对的。比如说脸比较会红，然后呼吸会比较快，然后会有一些心悸或恶心这些不舒服症状的人，大致上可以说是你酒精代谢的比较慢。每一个人的身体对酒精的代谢拢有真差，无统一的标准会使甲你讲身体敢够有酒精。尤其年尾真侪活动，啉酒的机会嘛加真侪。上好的方式就是啉酒了莫开车，上好过工嘛会使坐大众交通工具，千万唔通想要软空芳过开车。